中醫所指嘅津血或者精血，可以分為先天同後天兩部分。先天係從父母生殖之精而嚟，藏喺腎；而後天係通過日常飲食、脾胃腐熟消化水谷，轉化成為氣血，加上作息有序，喺睡眠之後合成為人體所需要嘅津血，供應每日身體所需。津血負責濡養同溫暖身體各個部分機能。津血不足嘅人士可以見到手腳過冷或者過熱，皮膚不滑乾燥、脫髮白髮，筋膜肌肉繃緊或者抽筋，耳目不靈、胃納不佳，大便乾燥或者溏瀉，女士月經量少，睡眠質素下降，情緒不穩，異常發熱、水腫、口乾咽乾等等。現代人生活壓力大，情緒緊張，思慮過度，睡眠不足或者質素唔好，加上辛辣飲食或者過分攝取咖啡因，都會加快消耗津血。情況就好似煲水咁，火一直開大，水都就嚟要煎乾啦。另一個情況係感冒處理失當，外邪入裡，身體喺抗病嘅過程裡面一直消耗津血，或者女士們月經過多、崩漏。如果脾胃功能唔夠，或者睡眠質素唔好，自我生成津血嘅機制亦都破壞咗。呢啲因素都會造成身體嘅津血生成同埋支出失衡。所以血虛情況要按個別身體病機去治療，而且往往發展到血嘅層面已經比較深層，亦都需要一定嘅時間復原。生活習慣嘅配合同埋適當咁調整情緒亦都相當重要。